咁啊老嘢得夠，又再嚟到太陽廣場，就再嚟一鑊，上次拍得唔撚好啊條片，咁啊再嚟一鑊海底撈啊！幾撚多人啊都真係，太陽廣場。老嘢就揾個子彈打下先，我哋個子彈啲喺前面，好撚過癮，係唔係吧？好撚過癮。5樓啊，花撚費啊，啲廣告俾佢立撚晒喎，老母架閪。跟住上咗子彈啲，好撚過癮。你係個廣告。你出去玩，这样你可以的哦，我可以跟你去徒步，香港那些很多很好的，累死了。但是去走走也好啊，到邊商減肥，啲海邊嘅自然啲咧，都冇咁熱嘅佢，好玩，嗰個坐船啊，坐咩，仲係 OK 噶。而且現在不能買東西，又不能啥，你想買？都出嚟啦。半個商場啦。今日而家嘅時間就係11點幾嘅。等一下要管你们，要不要拿後？到嚟好撚柒大嘅，老闆攞個位坐下先。幾撚多啤酒，不過要錢嘅，本色唔同，有9蚊、10蚊、18蚊、12蚊，幾撚多？老嘢揀個窗口位坐下先，過下癮先。幾撚多？酒水，一人一煲啊！老嘢就揀撚咗個窗口位啊！揀撚咗窗啦，跟住一個。咁就推介住去攞佢呢度都幾撚醒嘅，一人一架車，兩細爭大撚把貨啊！真係叫做呢度啊有個調味區啊，就5蚊一個人係。咁老嘢咧就去攞個湯底先啦。湯底有清水嘅，有粥嘅6蚊，雞、酸菜、冬陰功，就嗰啲乜撚嘢花膠啊、牛骨、番茄湯底、麻辣，6蚊至18蚊。咁老嘢就攞個牛骨湯啦。向西出發50米後轉右，進入南慶街。跟住攞嘢啦。到室外開闊地帶50米後轉右，進入南慶街。跟住咧，呢啲啊3蚊啫，啲菜，啲菇類啊3蚊至6蚊啦嚇，有6蚊嘅。有6蚊。跟住有啲丸啊
最撚平呢個龍蝦丸啊，3蚊啊！你老母閪，呢啲係10蚊啊！你老母閪仲真係過期。跟住有啲鴨掌，有個鴨血咧，攞一個玩下啦，鴨血都幾撚過癮嘅啲鴨血。有啲牛柏葉，啲鯪魚肉，哇！你老母閪啊！啲蝦話14蚊唔撚屌嘅。有啲貝殼嚟啊，10格，啲青口、鮑魚、花甲，有生蠔，生蠔就有帶子，啲生蠔19個幾3隻，老爺仲啱啱3隻玩下啦。跟住有啲蒜片啦，蒜片啊好撚過癮嘅蒜片啊，減酒蒜片啦。有啲膏蟹仔，膏蟹仔就膏蟹仔幾錢啊？屌你老味，15皮啊！啲師傅啊即時執料，入邊有個魚缸，整條哇小青咁啊！屌你老母成50皮啊！屌唔過，整個3隻螺絲蝦咯，呢度咧，屌你老母架車做乜撚嘢啊！你老母閪！跟住啲牛肉就麻撚馬啫，好撚渣嘅嗰啲。呢個大陸閪啊，頂撚住。大陸閪，屌你老母！跟住又攞個咩啦，整咗個乜撚嘢啦，手撮手吊籠啊，吊籠仔啦，真啊刺身啊麻撚媽唔屌佢。同埋閪嘢配菜啊，都冇乜啦。跟住攞配料啦。圍冚你啊！跟住
是番茄里面。跟住嗰啲高菜邊個咧？50米後到達目的地。李怡偏航，沿東門永新路向西出發，110米後轉左，進入南興街，整部行到室外開闊地帶。阿姐嗰啲筷子在哪咧？真係大鄉里啊！屌你老母筷子唔識攞，攞撚齊未啊？爭啲啤酒喎，我攞撚埋啲啤酒先啦。梗係攞藍妹㗎啦，飲閪都大陸閪嘅。藍妹啊！100米後轉左，進入南興街。12期一支啊，藍妹。你攞到咁上下就埋位啦，老鬼。嗰啲就冇限時間嘅，任鳩你食到幾點都得，因為佢唔撚係唔該。唔係自鬧㗎嘛，任佢嗰啲啊咩㗎嘛。撈嘢就攞咗咁多嘢，啲吊籠啊、鱔片啊、雞胸油、牛胸油，跟住咧就啲蝦蟹、一個鴨血、3個青口，係咁撚多嘢，啤酒舉2支先，睇下咩先。老鬼啊，試下咩環境先啦呢度。呢個咩吊籠啊，潮州佬話8秒啊嘛。潮州佬話牛肉8秒。屌連撚團都冇牛味，都係14屆有鳩嘅，所以離開咗咯喎。呢隻牛肉就真係唔好撚期望啊，一定唔撚好食。梗係炸個鴨血啦。86到老鬼啊，心撚急啊，佢就閪咁。嗰啲其他海鮮類都唔使點乜介紹㗎啦，都大撚叫上一樣味道。